呢兩個閪佬釣緊魚，下一秒成鬥無人機飛埋嚟，好似唔使錢咁自殺式襲擊，慘到閪咁。岸邊啲人馬全部瓜老襯，隻爛閪艇仔亦走唔甩。好在兩條撚友潛咗落水，醒翻之後俾人鎖住喺張床。番鴨個頭發發聲，唔知發生咩事。FBI 懷疑佢刺殺總統，屌有閪可能啊！佢本嚟係總統嘅貼身保鏢，人工高，福利好，就嚟升做特勤處處長。隻閪佬個戰友閹雞搞咗個訓練基地，收到風佢準備升處長，到時拉啲業務過嚟就可以摁腳。但佢老婆金毛玲叫佢劈炮唔撈，銀紙已經揾夠，要抽多啲時間陪下屋企人。佢唯有同閹雞講唔想做處長，不過會幫佢提下訓練基地。呢日特勤處成班人睇住老坑釣魚，番鴨正式同老細辭工。老坑唔單止唔同意，仲當場升佢做處長。不過單嘢可以考慮幾日，同老婆傾下。隻柒頭尋晚成晚冇瞓，依家眼瞓到閪咁，叫咗蛇仔明頂班。冇諗到成鬥無人機飛埋嚟，有識別系統見人就炸，就係唔炸番鴨。最後兩個潛咗落水，執翻條命。老坑昏迷不醒。副總統四眼明上位 ，FBI 黑妹喺現場及過，喺冇幾遠抄到發射無人機嘅貨車。金毛玲收到風去探老公，番鴨醒咗，居然俾人鎖住，當佢反咁審。個戶口多咗1000萬，貨車有佢嘅 DNA， 仲有釣魚出行路線加密文件。特勤處其他人死晒，係得佢冇事。黑妹指控佢刺殺總統，擺明係砌生豬肉，可惜冇人信佢。FBI 轉移番鴨，估唔到行到半路，有班閪佬嚟搶人，冧晒啲差佬。好在佢哋嚟咗，唔係番鴨未必甩到身，扯低條契弟個頭套，冚家產原來係閹雞隻馬，全部都係訓練基地啲人。走咗個反，黑妹嬲到閪咁，發散啲人去刮番鴨，仲查到嗰1000萬喺莫斯科轉賬。同時閹雞俾老細屌到閪咁，又話嫁禍俾番鴨，依家搞到成碟齋咁。番鴨走甩咗，第一時間打俾老婆，通話早就俾 FBI 監控。有個閪佬認得佢係通緝犯，諗住捉咗佢大閪把賞金。另外黑妹已經定位到佢嘅位置，番鴨費事同佢嘥口水，搞掂隻閪佬，搶咗架卡車走佬。好快班差佬喺後邊追，直升機都出動埋。隻閪佬太緊張，炒咗車，馬死落地行，掟咗入樹林，眨下眼就唔見咗人。另一邊四眼明認為係俄國佬指使嘅，諗住做嘢，但其他人唔制。天光之後，番鴨偷咗架車去揾老豆青頭鴨，兩仔爺有拗撬，一見面就頂頸。四眼明公開話番鴨受俄國高層指使刺殺總統，佢已經請咗班 fit 馬做嘢。閹雞有啲料，查到青頭鴨個位置，當晚就殺過去。但佢哋太睇小青頭鴨啦，喺樹林炸到佢哋閪咁，乒乒乓乓全部死撚晒。番鴨將啲鹹魚搬到門口，兩仔爺離開呢度，佢特登留低座標，黑妹即時飛過去。咁多條鹹魚冇一個查到身份嘅，淨係知道係閹雞間公司。佢開始假設番鴨俾人砌生豬肉，想知道真相就要問下閹雞。番鴨覺得戰友唔殺總統唔會收手，佢要去幫拖，但又驚老婆同個女有危險，唯有叫老豆去照顧佢哋。同時四眼明叫閹雞做嘢，佢做咗兩手準備，派人去捉金毛玲兩母女。好在有青頭鴨睇場，乜事都冇。醫院呢邊老坑醒咗，所有嘢都記得好清楚。四眼明為咗呢單嘢準備同俄國佬開戰。另一邊黑妹嚟到訓練基地，結果俾閹雞冧咗。估計 FBI 嚟緊，個基地都唔柒要啦。走之前要冧咗總統。3架屎忽爛出發。呢個時候番鴨嚟到醫院，成間醫院重兵把守，不過難唔到特勤處處長。佢換咗套衫，報流料，急診室有槍手，成班軍佬緊張到閪咁。番鴨趁亂擒入去，輕輕鬆鬆上到病房。佢知道邊個做嘅，對方肯定會執埋啲手尾。呢度唔安全，要即刻撤離。直升機要半個鐘先到，嚟唔切啦，又唔夠膽行門口，太危險。突然氧氣口漏氣，撲街！對方諗住炸咗醫院，即刻疏散啲病人。番鴨帶總統撤離，氣體關唔到，冇辦法阻止爆炸。佢哋上咗車諗住鬆人，點知閹雞已經殺到，兩班人駁火。番鴨佢哋入咗大樓，下一秒氣體爆炸，成間醫院變咗廢墟。番鴨收埋老坑，叫黑柴睇住，自己出去同佢哋死過。好快閹雞嚟到，見到幾個軍佬守住，肯定總統喺入邊，叫班馬肥鳩佢哋，火力勁到閪咁。幾個軍佬根本冇得還手，番鴨單拖喐柒班馬仔，唔使幾耐，幾個軍佬全部瓜晒。閹雞入去抄過，見唔到總統，增援嚟緊，冇時間啦，嗱臨交腳。番鴨同馬仔打，出邊有架直升機有碌大嘢，又要因住大嘢，又要同人搏鬥，都幾抵力啊！不過隻閪佬食過幾晚夜粥，砌低最後隻馬仔，點知抌咗個手榴彈落嚟，焗住用條鹹魚擋住。閹雞冚槍諗住上直升機，下一秒直升機爆炸，係番鴨做嘅。依家得翻佢哋兩條友，兩兄弟駁火，大家都揾唔到着數，子彈打晒就出刀仔。番鴨勁好多，一刀吉中閹雞胳肋底，搞掂收工。之後真相大白，撤銷番鴨嘅一切指控。四眼明乜閪着數都揾唔到，就賺咗包食包住。番鴨兩仔爺關係好咗好多，留佢
佢喺屋企住，隻閪佬又同總統辭工，老坑唔制，仲升佢做特勤處處長。最後兩仔爺老友到閪咁，去1號會所沖涼。